希望王嘉珍去年佇總集村地戰隊已經40外檔的第一分局電線外漏、建物破損，甚至閣有吊絲送便當的情景，相當唔甘。積極替環境的廳舍環境來清明。雖然集村過後現況已經有所改善，不過親像天棚等維修經費也是不足。各位看看，這是一分局我質詢室去現場照的現況，非常的破敗不堪，沒錢做整修，就隨便掛在那邊的各種設備，各種所謂的牆壁的壁面的哩哩啦啦。就是一做關心以後就是我們也有請廠商來估價，就是說怎麼來做簡單的維修。可是因為經費上因為有偏高所以我們還是持續就是一步一步來做整修，然後讓同仁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對此，議員王嘉珍邀集財稅、地政、都發等各處代表召開記者會，再次替環境來清明，強調長遠來看，第一分局也是要重新找地有僭建的需求，嘛互公部門的土地運用會當久久長長，發揮上大效益甲價值。讓人民保姆維護治安，我們也先要讓人民保姆有一個可以安心在內部辦公，各種現代化設備配置得當的家園。確實有遷建的需求，如果說有這個需求的話，那我們財稅局因為有掌管私有地的管理嘛，我們可以來協助一分局找找看有沒有適合的私有地給他們去評估。看是不是要遷建了，大概我們可以協助的地方是在這邊。規中市區相關單位希望第一分局第一步要提出用地面積的具體需求，依照法度佇東區的公有地，或者是商業用地來評估，討論興建廳舍敢有符合需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